Bros， 大家好，嚟到我哋福岡 CL 系列最後一集啦，因為熱風競技場都已經出咗，環境又要轉一輪，呢個系列亦都係時候功成身退啦，而接住上嘅將會係4月5號、4月6號喺官方都會有直播嘅功成 CL， 一個退落嚟總要有一個頂上啊嘛，到時有好多新嘅牌組，好多新嘅砌法。我個人就已經係好期待噶啦，喂！但係今日呢一場嘅比賽尾聲啦，點解要做佢呢？有乜嘢咁特別啊？睇一個人嘅啫 ，Todd Ratcliffe， 我哋右手邊嘅選手，6歲開始玩 PTCG，11歲落鋪頭，然後再參加埋國際比賽，打到嚟今年31歲，嚟自挪威嘅佢係喺 PTCG 嘅賽事入邊拎到最高累積獎金嘅一位選手。佢中間亦都試過玩埋爐石戰記嘅，曾經唔止一次打過上歐服嘅 ranking 第一，仲要參加國際賽事，都係拎到前列好成績噶。而呢個咁傳奇嘅男人，喺一眾日本選手啦、啲店家嘅安排底下，就同埋幾位老友飛過嚟日本福岡去參加今次嘅賽事，而且成績都幾好啊！打到嚟而家啦，係12勝2敗。基本上係爭一步就能夠進入到 Top Cut 淘汰賽階段啦。今日我哋睇呢個對局好熟悉嘅，因為係我哋今次賽事復盤系列第一場一模一樣 N-SOC 對住太政 Box。喺呢個對局我哋曾經了解過啦，有兩個比較有效率嘅打法。第一個就係靠草面具，因為黑屬嘅關係可以好輕鬆咁樣解決 N 的索羅亞克。而第二個就係靠住水面具，將對面一啲未成型嘅可能索羅亞克嘅底啊，又或者係啲火紅不倒翁，盡快清走晒佢。雖然對手而家得一隻含羞包企頭啦，咁但係講真，嚟到賽事呢一個階段，剩翻嘅選手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多嘅啫。所以都好合理咁樣去懷疑，好有理由去相信就係阿 Todd 啦。其實開賽前或者對手咧，其實都好清楚對方係玩緊一個咩嘅牌組，嚟到呢度可以攞到咁好嘅成績。百變怪特性變身啟動，可以變做牌庫入邊一隻基礎嘅 Pokemon， 變做旋轉駱駝帽之後，亦馬上用到特性風扇呼喚，2隻底1隻面，2隻咕咕1隻貓頭夜鷹。咁佢手牌係幾唔錯嘅，2粒能量喺手，而且水面具打到出嚟呢，本身亦都係太精嘅 Pokemon， 所以下個回合已經可以進化貓頭夜鷹檢索啦。對面如果手牌上面冇奇數嘅話，下個回合 Todd 大師已經係可以用到水面具嘅激流水泵打2隻，分分鐘直接完場都仲有機會。到左邊啦，佢嘅對手後宮嘅租仔起手有張好友補分。起碼唔使係一場咁重要嘅賽事，面對住呢位受萬人景仰嘅選手，打唔夠1分鐘俾人當咗。不過呢個對局點講都好啦，對於阿租仔嚟講都唔會話真係好輕鬆，因為呢個牌組最主要個打法都係靠 N 的索羅亞克抄翻自己備戰區其他 N 嘅寶可夢嗰啲招式。呢個對局用得比較多啦。可能真係要去到 N 的萊希拉姆第2招純真火焰去打一個好平實嘅170傷害，再睇下有冇機會用到 N 的火人加農炮90+90啦，有90穿傷打對面後排。大部分情況都唔係3拳可以完結嘅一個對局，再理想啲可能係要用到達摩狒狒作為一個打手去挑戰對面嘅草面具。配合埋願爭完就真係有機會一個回合收到3獎。不過無論點樣進攻用咩打手都好啦，呢度好有補分喺含羞包已經企緊頭嘅情況之下，答案就得一個嘅啫，2隻 N 的索羅亞。Todd大師點頭話 OK 冇問題，睇下你剩翻手牌仲可以變啲咩花樣出嚟啦。呢度佢係少少擔心奇數啫。始終自己下個回合俾人封鎖咗物品，萬一奇數啲發牌發得唔係好靚嘅話呢，個節奏會拖好多，使暈少少租仔副牌交翻俾佢放低，睇佢做咩演繹啦。呢邊馬上放翻多張 N 的索羅亞同埋火紅不倒翁，再俾多粒能量，唔錯，點頭10點傷害。對面呢個回合就冇用到召喚者成手都係 Pokemon， 含羞包嘅攻擊樣樣花粉去完結呢個回合。Todd大師
思考啊，望住對面個場，諗點做好呢？佢嘅煩惱係源自選擇比較多啊，因為能量已經足夠噶啦，呢個回合要攻擊嘅手段已經係準備好晒，手上面有赤蟲啦，有能量，亦都係有貓頭夜鷹、璀璨結晶就要拎嘅，但仲有一張訓練家牌，拎乜嘢比較好呢？係物品啊，定係拎定下個回合要用嘅支援者呢？一個轉場，我一路覺得呢個轉場係幾型幾好睇啊，轉得。因為佢唔係就咁90度擰歪佢，而係仲有啲斜斜地，係有一種你真係喺個選手嘅角度望落去張台嘅視覺。作為觀眾，我覺得呢個視覺嘅轉換係好好睇嘅。璀璨結晶拎咗出嚟啦，第二張拎出嚟係物品啊，拎個張炒月球，先收翻上手，然後將赤蟲拍出嚟。呢副牌係難玩嘅，即係就算係呢啲位置拎能量。到底係拎邊兩粒啦，都係要諗過度過，係有學問喺背後。例如呢啲位拎水能量定係超能量呢？定係雷能量呢？最後佢就先攞粒超能量出嚟。呢局對面係冇龍屬性嘅 Pokemon 嘅，變咗呢一局皮皮就未必會係佢進攻選擇之一，所以啲超能量啊可以早啲拎出嚟填落去抌晒佢。而草能量當然就多多益善啦，因為俾草面具可以抽牌，亦都係成副牌組落得最多嘅一款能量啊，所以拎嚟俾佢撤退抌落去呢，完全唔嘥嘅。水面具拱到上去，萬事俱備嘅啦，可以話係就冇用到其他嘅波，啱先嘅巢月球啊，各樣都冇用到。激流水泵完結咗自己先攻嘅第二個回合，節奏好快啊！2張獎賞卡噶啦，已經解決埋對面嘅含羞包，解放咗自己嘅物品，同埋將對方嘅子彈啊，呢個火紅不倒翁都係分決埋嘅。到租仔啦，少少落後噶，去到佢後攻第二個回合，推一隻冇能量嘅 Andy 索羅亞上去都好合理嘅，冇理由推隻有 N 嘅上去俾人打噶嘛。拍咗一隻吉子雞先抽3。托大師嗰邊亦都執靚自己個場先啦。租仔雖然落後緊2獎，但係壓力又未去到好大嘅，因為對面旋轉駱駝冇帶俾佢嘅貓頭夜鷹已經用咗啦。咁而且啱先攻擊完之後呢，2粒能量亦都放咗入去棄牌區。後場進化 Andy 索羅亞克發動特性交易啦，抌咗一張 Andy PP 提升劑，抌1可以抽2。連埋啱先吉子雞，連埋本身嘅 Top Draw， 其實呢個回合已經抽咗6張牌噶啦。後邊再嚟一張老大的指令都唔要住啦，而家用唔着啊，所以要盡快做起個場面。前後抽埋8張牌，有冇咩好東西啊？有冇啲能量？有冇啲佢用到嘅武器 Andy 萊希拉姆之類？仲要佢支援者都係未用嘅，成手牌未必咁上奇樹，但例如派拍之類，佢有冇呢？巢月球起，見光又收翻彈弓手，唔係再彈翻出嚟。備戰區仲有2個吉位，係需要揾翻啲武器出嚟噶啦，睇佢點樣去做個配置。暫時就火紅不倒翁突咗半個翁頭出嚟嘅，拍埋落去啦。似乎都係想要火人加龍炮嘅90+90，對面後排一堆嘢都幾好串嘅。第2張嘅巢月球，最後一個備戰區嘅位置。最後一個觀眾席啦，邊個搶到呢張 A 區前列位置嘅飛呢？握手位企到上去都係火紅不倒翁，2張擺晒出去，買多個保險啦，即係1張有咩事都仲有第2張啊，有機會頂到呢，可以進化做達摩狒狒。租仔成個場面就鋪好晒噶啦，仲可以填能量嘅，仲可以用支援者嘅。望一望裁判方向又唔知發生咩事啊！阿托大師都係見到佢都係洗一洗牌啫，係嘛？似乎佢係有啲動作啊，係咁向裁判解釋緊啊，岌緊頭啊，唔知係咪多手做咗咩啦？租仔個手勢都好似話冇所謂唔緊要咁樣啊，唔知咩意外啊，連個表都停埋嘅。睇翻上邊1702，又要等裁判搞個鐘啊 ，reset 俾翻3秒2位選手。我有特登去睇翻原片嘅，即係睇下日文嗰邊嗰啲旁述有冇解釋下發生緊咩事。又聽到話托大師又係咁 sorry my bad 嘅，講咗幾次 sorry， 應該真係佢自己做錯少少嘢。
而官方嗰邊嘅旁述解釋呢，我係一隻字都聽唔明嘅。不過呢啲小問題就由佢啦。租仔 NX 城堡，競技長卡拍埋出嚟，可以零費撤退，做一個換位啊，將隻多血啲同埋有能量嗰一隻推到上去啦。始終都穩陣嘅，即係你大師唔係魔術師啊，呢個場面要一個回合變280傷害出嚟就唔係真係咁易。唯一可能係比卡超赤蟲再加能量轉移喺草面具嗰度轉粒草 M 俾佢，仲要有拉拉亞斯幫手換位。托大師嘅回合，上個回合執翻嚟嘅巢月球啊，今次睇定個形勢，終於可以做選擇啦。睇多次自己成個牌庫，再確認一下啲卡，然後拉出一張草面具，然後趁呢啲機會再立多立啊，剩翻啲咩牌喺入邊呢？ OK， 睇一睇個能量咧，有啲咩能量喺度啦，同埋一啲關鍵嘅 Pokemon 係咪真係喺個牌庫入邊呢？一陣有需要掹到出嚟呢？吉治雞啊，拉蒂亞斯唔會話要嘅時候開咗個炒波啦，哎呀，發現卡獎，啱先及過佢手牌嘅有擔架啦，亦都本身有一張草能量喺手，可以抽一嘅，咁但係其他牌就唔太似會幫佢繼續喐到啊。召喚者係老大的指令喺手，睇睇先啦，發動埋特性，抽佢碧綠之霧。唔知佢同啲日本朋友啊練牌嗰陣點樣溝通？淨係手勢當然冇問題啦，定係即係學翻一兩句，好似我哋去日本啲餐廳落單咁樣啊，係咁 call 咧呢？呢度佢神之右手啊，超級靚抽 ，best of the best 噶啦，最完美嘅一張牌啊！呢一張落到嚟呢，又可以開多2張，同埋呢個位置檢索到物品的話。能量轉移啊，又可以1穿2，佢手頭上已經有老大的指令，又揾多一張巢月球，又可以睇下下個回合需要啲咩再捉嘢出嚟。靈芝大空洞頂走對面個牆啦，個效果自己未用到噶，備戰區佢又未填滿。咕咕拍落嚟啦，一陣右手又可以試下表演啊，會唔會嚟緊 Top Draw 又一張貓頭野鷹呢？然後巢波亦都用埋，今次就唔等啦，掹定出嚟。選擇唔算多嘅，2張工具重啦，吉治雞同埋拉蒂亞斯啊，一張就抽牌，一張換位。咁吉治雞就未用到啊，當然。另外亦都有機會可能係最尾嘅打手，因為呢個回合攻擊埋之後呢，佢就剩翻2獎。最穩陣嘅打手可能係比卡超啦，300點嘅傷害就咩都死。又或者係草面具，不過要再填3粒嘅草能量，要花啲時間。同埋都有機會要喺棄牌區嗰度執翻上嚟。托大師都諗緊啊，高級球用唔用好呢？因為呢度攻擊埋自己剩翻2獎，咁對面嗰啲奇樹殺傷力好大，咁所以手牌上面有嘅呢，用埋先。高級球將剩翻嘅一張工具重吉治雞 EX， 同埋仲有另一個重點啦。就係當對面如果再打出一張 NX 城堡再頂走個場，佢就可以將自己一啲嘅貓頭野鷹啊旋轉落托姆送落去棄牌區。洗完搭牌亦都係時候開展攻勢，手填一粒降能量啦，第2粒能量準備就緒，能量轉移草能量上埋去，老大的指令捉埋對面嘅火紅不倒翁上嚟，1穿2再拎2獎啊！租仔啱先個表情都係覺得有啲可惜嘅，咁辛苦2個巢月球。揾咗2隻火紅不倒翁上嚟，結果呢就成為對方攞獎嘅一個目標。獎賞卡啊，租仔係落後得比較多噶啦，但係又未去到話真係需要好絕望，因為對面托大師其實手牌都唔多噶，剩翻2張，我見到2張擺咗喺台面，同埋就場上所有 Pokemon 都係冇能量起身，除非托大師真係右手博士的研究啦，又或者真係有張貓頭野鷹上到手。如果唔係跟住落嚟抽牌，可能主要其實靠吉治雞，而偏偏 N 索牌組個攻擊力個爆發力唔算特別高，咁所以隻吉治雞都唔係真係咁易發動到個特性。所有火紅不倒翁咧都已經去晒棄牌區啦，咁所以剩翻嘅反轉能量佢都抌埋，比較多一個 N 索嘅砌法係火紅不倒翁同達摩狒狒啦，落3-3嘅，然後反轉能量會落2張，咁但係今場有1張就喺掌上卡咗喺入邊。變咗剩翻嘅攻擊手段，就真係以安迪萊希拉姆170咁樣慢慢搣落去，又或者可以痛啲嘅呢，就睇下佢有冇屠歹狼 EX，
而家嘅狀況就係240傷害啊，托大師拎咗4張獎賞卡，反擊捕捉器將對面吉治雞 call 出嚟，咁即係話呢個回合要攻擊噶啦。第3張嘅 Andy 索羅亞克博士的研究抽7張，然後後邊哇仲有2次交易可以用啊，仲有4張可以用，同埋吉治雞都係未用噶，一個回合落嚟差唔多抽夠成20張牌。接近係將成副牌組拎上手慢慢玩噶啦，同埋今場比賽個節奏偏快啊！托大師嗰邊先攻3已經收到4獎啦，咁所以變咗呢，其實阿租仔好多牌抌落去都唔使諗，冇乜用噶啦。例如忽圖博士啦，可以執翻啲 Pokemon 上手，咁但係對面都就嚟完成最後一擊啦，應該唔太存在呢話將你啲嘢打到殘血嘅狀態。又例如剛才嘅 Andy 索羅亞啦，索羅亞克都已經做起咗3隻，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需要第4隻，同埋更加緊要係根本有一隻喺獎賞卡嗰度卡住咗啦，變咗呢張底短期內未必有咩作為。羅希拉姆，而托大師亦都喺呢個時候呢係檢視緊對方嘅棄牌區，去捉一捉對面有咩手段有機會係用到啊，跟住幾個回合。場面上嗰隻索羅亞克就已經叉好晒2粒能量，穩定可以做到170輸出噶啦，然後佢呢度仲要裝埋不服輸頭帶，落後緊嘅狀況啊，所以將會係200點傷害打落去吉治雞嗰度。托大師嘅回合右手俾到咩佢呢？再一張嘅姑姑啊，咁加埋而家呢有2張係剛才喺獎賞卡入邊拎出嚟嘅。一張係皮皮啦，仲有一張嘅夢幻 EX， 呢個位置夢幻 EX 係可以幫佢再抽抽牌啊，剩翻嘅手牌唔多，哦，能量有哦，而家就8個位已經用盡噶啦，備戰區坐滿晒，獎賞卡已經拎咗好多噶啦，但係偏偏最後呢2張就咁望落去又好似真係唔係咁易完成到啊，將粒超能量填上旋轉駱駝姆嘅身上，70傷害攻落去，突擊着地。亦都咧係啱先用到拉蒂亞斯嘅換位，將個吉治雞咧係收走。最理想嘅狀況係呢度犧牲1獎，但係換到3張牌啊，可以觸發到吉治雞抽牌嘅機會。就算冇咁理想，都有機會消耗到對方嘅反擊槍，又或者更加多老大的指令。再加上呢度削一削對面嘅 HP， 剩翻210點，變咗咧係進入咗月月紅，又或者係皮皮嘅一個斬殺線。只要貓頭夜鷹上手就能夠完成到最後一擊，同埋盡可能將個手牌壓縮，咁一陣間夢幻 EX 咧先至多啲可以幫你再抽到牌嘅機會。租仔接二連三嘅交易，再抽多6張牌啊！好多嘅槍已經上晒手，其實任佢捉噶啦，依家成手牌，但係用得着嘅唔多，睇佢會唔會考慮做多一隻填好能量嘅 Andy 索羅亞克出嚟啊？係嘅話就前面嗰隻需要掹能量撤退，因為而家佢係冇可能頂走對面個場嘅，頂到對面個場嘅話，托大師就可以將殘血嘅吉治雞收走。如果佢能夠喺度做得起第2隻 Andy 索羅亞克，然後換位上去嘅話，會更加之穩陣。不過佢棄牌區應該未必有2粒惡能量喺度，所以即使佢手上面揸住一堆 NDPP 提升劑咧，都冇乜作為。高級球再確認一下自己嘅牌庫啦，好多能量喺入邊，冇拎到任何 Pokemon 出嚟嘅，純粹真係望一望最後嘅確認。托大師使翻雲副牌俾翻佢，係怨真緣啊！剛才旋轉駱駝姆打嘅70傷害就有着落啦，可以還翻晒俾對面啦。反擊槍將對面嘅夢幻 EX 捉出嚟，另一個嘅不服輸頭帶填定喺備戰區啦。然後奇樹似乎手牌上面係冇惡能量喺度啊，要靠奇樹去揾啊，但係機會大嘅。啱先見到一紮嘅惡能量喺入邊。咁而家將成沓手牌咧攝翻喺底，咁剛才亦都有用高級球將啲真係唔等使嘅牌已經係洗走。租仔嗰邊可以抽翻6張啊，而托大師亦都係可以執翻2張上手嘅。遠征完轉傷啊，30傷先收走對面嘅吉治雞 EX 2獎入手啦，然後哇仲有得攻擊，捉咗對面夢幻 EX 出嚟啊，180嘅 HP， 而家嘅 N 索係打到200傷噶。
繼續係落後緊嘅，所以170+30嘅傷害，一個回合收翻4獎，獎賞卡追平晒啦，租仔。而且佢隻 N 索可以繼續噴啊，170，不服輸頭帶終於追翻平啦，而家失效啦，但係170都係一個好高嘅傷害，加埋仲係怨生員呢，可以轉多30傷俾對面。但係托大師就係托大師，租仔都求神拜佛㗎啦呢度，喂，俾佢挨多1 turn 2 turn搞得掂啊！但係見到托大師嘅表情，就係3張牌啫，奇數2張，top 咗1張就俾佢揾到月紅，再加多1粒能量，佢都雙手一攤。冇辦法啦，憑住呢場嘅比賽，佢晉身去到 Top Cut， 最終以第11名完成賽事，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成績。現場觀眾拍爛晒手掌噶啦，即係一方面掌聲俾阿大師啦，另一方面都係俾阿租仔盡晒力噶啦。尾段亦都係做得好好已經，但係真係冇辦法，對面咁樣入牌，嚟緊就睇下宮城縣嘅比賽噶啦，睇下到時有冇其他外國朋友一樣嚟參賽啦。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